玩完海星沙灘，我哋就決定咗返酒店沖個涼先，跟住就再去珍珠奇幻樂園。有啲人就鍾意叫呢度做越南版迪士尼。入場門票，我喺 K 乜 K 物嗰度揾到4合1兩日套票，價錢係912蚊兩個人。呢一個樂園賣點巨大海龜館，裏邊有好多種類海洋生物，仲可以親手餵企鵝。機動遊戲水上樂園上滑梯任玩，唔需要排隊，真係冇乜人。兩場固定時間嘅 show，幾個街頭表演，喺園裏邊食嘢飲嘢唔貴，香港人嘅角度真係好大。樂園嘅地圖我幫大家影低咗，佢仲有 QR code 可以用，好方便。行到嚟城堡入口，見到一堆演員 cosplay 晒咁喺度歡迎你，可以同佢哋合照打卡留念。呢一個區域係一個商店街，兩邊有唔同嘅商鋪，買一啲手信紀念品，價錢都唔貴㗎啦。以樂園嚟講，我覺得平添啊！講返兩場固定時間表演嘅 show，一場美人魚 show，開 show 嘅時間下晝2點，各位最遲1點半就要去到霸位，位置就係喺巨大海龜館。另一場樂園閉幕禮，大約6點9度佢就開始㗎啦，大家最遲6點鐘就要去到霸位，位置就喺城堡商店街出口，就係而家大家畫面見到呢一度。講返我喺 K 記買呢個4合1兩日套票，究竟佢係包咗我啲乜嘢，抵唔抵玩呢？佢就包咗我今日入嚟呢個樂園嘅門票啦，一個珍珠野生動物園嘅門票，一張泰迪博物館嘅門票，同埋今日我喺樂園可以食一個自助餐，佢已經包埋㗎啦。入到嚟行下行下，咦？見到依個牌寫住，原來呢度有觀光車服務。見到啲車行嚟行去，其實係一啲高爾夫球電車仔嚟嘅喎。一位啊12萬，大約35蚊港紙左右啦，仲送支雪條。呢一種車仔站，其實喺園入邊周圍都有，好方便。等車嘅時間1分鐘2分鐘已經有車，坐住佢行勻全個樂園嘅景點，舒服好多。我做咗個重大嘅決定，唔使講嘢，課金即刻買。落車行返出去望下，見到有個摩天輪，咁我見到呢隻海龜咁近距離望到佢呢，我心入邊諗，越南嘅建築其實都有一定嘅水平。咁去到海龜嘅肚腩呢，就係海龜館睇海洋生物嘅入口嚟㗎啦。入到嚟海龜館，見到呢一個畫面，如果中意喺屋企對住個魚缸成個鐘頭都唔喐嗰啲朋友呢，佢應該唔會再行㗎啦。咁我哋唔好理佢，賴低佢。我哋繼續向前探訪，睇下館入邊其他嘅海洋生物。我執咗一部分俾大家睇，剩翻嗰啲留翻俾各位親身嚟。呢一度有唔同嘅大條細條嘅海底隧道，可以入去欣賞。入去睇個視覺，好似自己置身喺海底一樣。呢一個區同企鵝區都可以揾工作人員買一啲飼料，啱晒小朋友玩。大人都可以體驗下餵企鵝，影張相打個卡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出咗呢條隧道，我哋就去到企鵝區啦。咁啱我去到嗰時，企鵝食飯時間，見到佢哋食飯，啲企鵝隻隻都好生猛，好可愛，肥嘟嘟咁彈下彈下，梗係要影張相打卡留念啦。分享少少俾大家，一陣見。睇完企鵝仔，下晝2點美人魚 show 開始，各位盡量1點半就要去到，早少少去霸翻個靚位。我剪部分俾大家，其他等你親身嚟感受，唔阻大家。一陣見。
位好，機動遊戲、水上樂園呢一 part 我就唔係好啱，但係俾咗錢入到嚟，點都簡簡單單坐一次摩天輪。大家都見到個畫面，人真係唔多，鍾意玩呢一類型嘅朋友嚟到呢一度一定好開心，唔使排隊，全部玩晒。玩完摩天輪，我哋就返去城堡入口揾間 coffee shop 休息，之後就去霸位等睇樂園閉幕 show。今次嚟富國島，我睇咗4個 show，樂園閉幕禮我俾佢喺我心目中排行第2。我好建議大家親身嚟感受呢一種震撼，分享部分俾大家。一陣見。Are you ready? Câu chuyện này cần người qua nhiều thế hệ, nhưng chỉ chờ đợi một ai đó viết nên hồi ký. Tưởng tượng của người hùng kẹt.跟住我哋去珍珠野生動物園玩，之前喺 K 記買嗰張2日套票已經包咗，入到嚟動物園最好買呢一種 VIP 電車，50萬一位，出車價250萬，佢可以坐5至7個人。咁由於我哋得2個人就經濟啲啦，坐普通巴士10萬越南盾一位，佢就需要喺指定嘅巴士站上落車。第一個站車咗我哋去睇蜥蜴，之後就行咗去鳥類區。呢一度有一個鸚鵡位，工作人員就會將鸚鵡放喺你2隻手度影相，5萬越南盾影相。影完相出返去已經聽到叭聲，原來鱷魚大佬食緊飯，都幾驚。睇完再坐巴士去第2個站，原來係睇大笨象，大笨象都幾受歡迎，好多人買大笨象飼料，1盒4萬越南盾，我就買咗2盒玩。動物園真係好熱，大家記得攞風扇。呢度啊，呢度啊，去邊啊？玩咗咁耐，大家都應該有啲肚餓噶啦。我哋嚟呢一間長頸鹿餐廳食飯，順便休息一下。店入邊嘅環境我掃一掃俾大家睇一睇。呢一間餐廳佢係做一啲快餐，但係呢一啲快餐嘅質素都唔差㗎。我自己2樣都食過，都可以。價錢你大約預佢40蚊港紙一個餐左右啦。大家排隊買嘢食嗰陣時，記得買埋長頸鹿飼料，因為排隊嘅人都幾多，建議大家一入到嚟立即去排隊。動物園係有另一個方式俾大家去睇動物，就係坐呢一種巴士。巴士上邊佢有一個導遊會解說，但係佢講越南文，我就真係唔係好聽得明。大家如果有睇過侏羅紀公園嘅話呢，其實我哋而家嘅情況差唔多，坐住觀光車走入去原始森林裏邊睇恐龍，不過我哋就睇野生動物。呢一啲猛獸同猛獸之間，其實佢係有2對鐵門隔開，唔俾佢哋互相干擾嘅。整個動物園佢係有超過100種動物，我剪一部分分享俾大家，整翻嗰啲等你親身嚟，記得攞風扇。多飲水，濕紙巾，真係好熱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唔好似呢位仁兄咁喺外面買食物入嚟餵動物，咁樣會將出邊嘅細菌帶埋入嚟動物園㗎。如果呢條片幫助到大家計劃去旅行，幫手點個讚訂閱，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啦。多謝。